Hello 日本見嘅觀眾大家好，我係 Anson Kong 江業新。數碼暴龍啦、寵物小精靈啦、火影啦、海賊王啦，呢幾套都係我細個不可或缺。點解我會開始中意夾 band、中意樂團嘅嘢，都係因為呢一套漫畫 Back， 咁佢又有真人版嘅。咁啊呢幾套動畫咧都係我啲成長一啲好重要嘅養分。因為呢兩隻歌係我自己細個好中意嘅卡通片啦，所以就其實都好熟啊，所以就好想今次有呢個機會就唱俾大家聽。因為本身呢兩首歌真係有一定嘅認識啦，由細聽到大，咁就呢兩個禮拜就真係密集式咁，真係開始對啲拼音啊慢慢去記入腦。睇住拼音睇住唱咯，同埋呢年幾啦就開始又學日文，又開始背下50音，咁就今次背其實就順利，比以前係順利少少嘅，我覺得。呢個係我特登設計嘅，因為我揀嘅呢兩首歌，無論日本版同埋廣東話版都好深入民心，咁我就所以特登用，首先因為呢個 show 係我要致敬翻日本嘅文化啦，呢個 culture，咁我就所以就用咗呢一個日文去呈現某一部分，咁我覺得喺呢個地方喺香港咁多香港觀眾，我都好想用翻廣東話嘅 version， 令到大家可以勾起一啲更加多嘅回憶，所以我就將呢一個日文同廣東話混雜咗一齊嚟唱。呢個係我特登我自己好中意嘅動漫，一起歌大家就知㗎啦，嚟啦 ，Let's go！